微信朋友圈分享的文章重磅2020年这个按一下，要送到电子邮件信箱，要把它送到电子邮件信箱，按一下啊，刚刚有按了，右上角3个点按一下，再来看倒数第2行最左边在浏览器中看，在浏览器中看哦。在右上角3个点，按 M， 按这个红色的 M， 按那个就是电子邮件信箱，给他网址，电子邮件信箱地址啊，按向右三角箭头，向右箭头。这个显示什么？看不出来显示什么，表示送出去了，到电子邮件信箱检查。看电子邮件信箱，有看到了，我重磅，我就是自己寄给自己的，重磅。按网址，按这个网址，你看就可以看到了。最后这一段的重点，最后2行，你看，共享发展成果，开创开放合作。包容普惠共享共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呢，有优惠，好多种优惠啊！电信科技产业的网络和5G 手机可能都有受到帮助啊。医药的了哈，也有关系啊。你看这一段，你看。推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。然后提到继续对于原产于23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，进一步降税的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、冰岛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韩国、格鲁吉亚、智利、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及亚太贸易协定优秀。